麻烦别人是一种拉近关系的方式，在感情当中，我们总说女孩子要适当的麻烦男生，让他帮你做一点事情，这样才能让他有存在感，激发他的保护欲。哪怕有的时候你真的不需要他的帮忙，也要故意制造一些机会。这种方式同样适用于人际关系当中，很多人特别害怕麻烦别人，不是怕被别人拒绝，就是怕欠人情。其实麻烦别人换一种角度去看，是在变相给别人释放价值的机会，但是你的方式、态度、技巧要掌握好，不要让别人觉得好像是理所应当。也不要丢给别人一个很棘手的忙去让人家帮，一定是在对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。有些人不麻烦别人是不想被麻烦，因为他知道麻烦别人意味着要欠人情，所以麻烦人只要定位好自己的位置和平衡好自己和别人的关系，用一定的方式麻烦别人是一种推进关系的方式，前提是自己要知道如何回馈别人，不要让人觉得帮你好像是应该的，把别人当免费工具，那你的麻烦别人就不是推进关系，而是毁掉关系。